挖这么多石头，对，特别在上面。然后说这个叫做彩色革命，它的。所以他说底下那个字就是说出一本就是字幕，对我们好奇。对呀，对呀，他们打开动画。And what you say? Who's it here? These two monuments belong to Myanmar Supreme Court. 那这两个是他说是那个他们马其顿有名的那个石点，所以你看，其实他不会把政治人物放上去，是太那种关系。那我好，来，我们现在过马路，来这边，以前是红灯嘛。